台湾有一句俗语讲吼，袂晓剃头拄着好手啦，就是讲剃头师傅伊功夫无真好，啊伊去拄着好手。啊，这句话是咧讲什么意思咧？哦，意思美术这边的答案是讲无脚踏实地，嘿，做代志，无脚踏实地你做代志，是安怎讲咧？你甲看哦，袂晓剃头，安尼已经是应该是一个哦。技术啦，技术无讲介好的，袂晓剃头嘛。袂晓剃一啊，用有一个人客入来，伊讲伊要剃喙鬚、抠喙鬚，哎，啊要安怎咧？哦，不要，我想要趁钱，我就讲无，我来甲你。我刚刚甲你处理。喙鬚安尼啊，安尼毋过做人就是无脚踏实地，因为我无迄个基础啊，我是安那会晓？我剃头我都无啥会晓啊，啊我搁要去共抠喙鬚，哪有可能？所以讲做代志一定爱脚踏实地。啊，这个意思就是你讲哦，无脚踏实地你做代志。是，啊那阿雄我这边的意思就是讲吼，拄着伊袂晓无足够的物件，但是搁歹胖的代志。哦，歹胖的代志。啊，这你的意思就是讲，伊是自愿要去共剃头嘛？是啊。我的意思是讲，譬如讲我学师啊，拄啊会晓剃头尔，无讲介厉害。选来一个人客讲伊要抠喙鬚，啊，这声要安怎？所以就是代表讲我唔是真牛，但是搁拄着足歹处理的代志，这声要安怎？嘿。哦，原来是我较新来新路啊，就对啊。嘿，你有做一站嘛？对。哦，啊，我是因为要趁钱，我无法度。啊，我是因为我袂晓，但是拄着啊，无法度走险的。哦，两队，咱请选择。必须阿雄，演技表。哦。我感觉恁两个应该袂合哦。恁两个咧做有咧讲话吗？爸爸甲迄个阿虎有咧讲话吗？观念都无共的哦。观念无共啊！是，我来问一下，你啥那甲恁爸的观念拢无共？我是讲足简单的，我无头毛啦。哦，但是我里面要剃头店。剃头店。哦。看到有一个人拄到诶喙鬚，有喙鬚的要抠喙鬚，不要把它抠喙鬚，嘿，啊，伊个感觉就是感觉讲，伊无袂晓走，就想要飞的感觉。哎呦，哎，袂啦，讲，讲，无对，这是我的观念。袂晓走就想要飞，嘿，那无脚踏实地嘛。对。后来爸爸，你感觉好的讲了有道理无？这嘛是无头当的嘿。我不予置，无甲批评啦，因为这无甲批评哦。我是感觉讲这句话也袂晓剃头，你已经是袂晓剃头啊。结果搁一顿着好手的，就是要抠喙鬚，意思讲啊，不是讲你运足歹啦。嘿啊，你又袂晓啊，但拄着无专长的代志啊，啊又搁顿着足歹胖的代志。你讲一下。我嘛是感觉迄种。啊，我都袂晓啊，结果拄着嘛，无法度迄种感觉。系啊，毋是脚踏实地，我是感觉小可严重啦，应该无遐严重啦。所以就是讲，啊，我今仔日就袂晓剃头，啊，佮拄着要抠喙鬚的，所以应该是。啊，这句话我介意嘛，共款，英文就是无好，才去拍篮球，佮拄着黑人。这个题目是超纲，这都当然有问题。好，咱来看一下哦，老师，正确的答案是。哦，这条答案哦，伫个阿雄这边啦。哦，这是咧讲哦，咱较早若去剃头哦，拢是剃头佮兼修面啦。是。啊，修面就是要抠伊的喙鬚啦。对啊。啊，好手的意思是讲哦，迄喙鬚是对遮边哦，一直生到下下来，啊，规边遮拢全，好喙鬚足济人啦。咱讲好手啦吼。啊，所以你剃头就咧含慢啊吼，啊，你佮拄着迄个规面全毛的。所以对你来讲哦，这是一足大的挑战啦。所以咱讲的安尼，就是讲你去拄着困难，啊，你家己佫做了无好的代志，啊，所以你足衰啊。人家伊是倒位的，倒一国，我爸爸是非洲，非洲倒位？加纳。哦，加纳。哦，加纳。加纳。足球。哦，足球。卡球厉害。是。哇，那真远呢。你去过吗？一摆啊，就很。爱坐偌久的飞机？真久嘞。一天搭搭。一天。好啦，上回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刷落来这个景点吼是美国的，美国纽约的一个景点，4个字。哦，美国纽约哦。纽约。4个字哦。好来，咱请看。
亲像迄个鱼啊，系一个拍克，嘿鱼啊，什么鱼？什么鱼哦？嘿，什么？知影今日出来赶哦，紧试看卖，来，红点红什点，么公园？对对对，嘿，什么公园？会记啊？中央吗？中央公园。哎，阮高雄嘿，嘛有中央公园。好，嗯，啊你大声讲好清楚啊，好，中央公园。好，中央公园。好来，老师，中央公园对唔对？健康。来勇敢讲出来就对啊啦！来分数个加入去。恭喜你了3千咯！阿姊，伊唱歌呢。哎呦，唔免，免紧张。好，来咱请听老师来解释。哦，这个字哦，连中央拢会使啦，因为这有腔口差，咱台湾有的所在讲做中央，有的所在讲中央啦。嗯，哦，啊，这就是伫纽约真出名，因为伊都市内面呢一个足大的公园哦，是，哎，伊到一块足大地的地吼，啊，做一个公园伫遐。啊，所以咱电影内面定常看到啦。伊关天时啊吼，伊迄个湖会结冰啦，所以足侪人会走去遐溜冰的啦。出冰啊，所以伫遐是算一个城市内面一个足大的公园。啊，伊就是叫做中央公园，啊，英语叫做 Central Park， 哦，啊，就是伫中的城中的一个公园。啊，还有万里的，啊，还有12000。免烦恼，这个对。我要加纳了啦，加纳，加哪里？加纳加纳，这样的感觉很难呢。还是大巨蛋？呱呱嘞，大巨蛋嘞，大巨蛋，呱呱好，呱呱。大量能，大量大念两，大念两，大念两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大念两个奖金有偌济？3000袂啊，袂歹，咱斗啊斗，嘿，对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大巨蛋是台湾上醒的表演空间，倒一位歌手吼要变成头一个伫遐开卖票演唱会的歌手咧？哎，来60秒的时间，真简单哦，就最近的新闻。好，来，是咧。我知，但是我要画几万，哎呦，啊，那万不离你抽到万二的要安怎？万里的。你知道啦？对啊，你知影？你直接讲好啊。跟你讲，不跟你讲。但是我唔知我发音对不？哦，啊，你也是讲英文啊？是。都你英语老师。好。不会，这是咱台湾人。收几是不是？几万啊？几万台湾要几万哦。好来。你讲看几万人民外臭？买吗？因为因拢惊袂晓讲啦。吓。周公。周杰伦哦。周杰伦。好，安尼知影吗？周杰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周杰伦对唔对？嘿，好，唔通歹势，大声讲就好。来，分数。恭喜你了3千咯！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啊，若要讲我真正确，应该是周杰伦啦吼。周杰伦，这个是第8条，是爱讲到第4条啦。啊，不过咱台湾人真侪人嘛是第4甲第8袂分啦吼。所以讲周杰伦哦，会当接受啦。请问传统风俗顶面认为，囡仔人若是着什么病，会当去庙的吼，请虎爷甲斗3工治疗咧？是，好来60秒的时间。哦，这个病吼。什么病？什么病？什么病哦？咱细汉的时阵拢知。什么病？嘿，什么病？讲病。你还问几摆？什么病？你问4摆啊？不，囡仔嘛对吧？对吧？囡仔。以前咱拢会安啦。哦，安啦。用开什么？我知啊，我知啊。嘿，来。对啊哦。嘿对。批蛇啦。哦，你讲意思叫伊斩就对啊啦。对，拢是动物嘛对吧？皮蛇批蛇啦。哎呦，滤过性病毒啦。伊是神经性。啊，不是神经性啊。你心经的，对，所以叫你确定。批蛇。应该是批蛇。好来，批蛇对唔对？是真可惜。正确答案吼是猪头皮啦。猪头皮啦。啊，可能真侪少年唔知讲猪头皮是种病，啊，伊就是真正讲起来个腮腺炎啦。颈暗规个，啊，就是喙皮遮，因为腮腺是咱内面吼，迄个咱的喙烂出来的所在，啊，就伫咱的喙皮边仔遮。啊，你若迄个去感染着吼，
才会整起来。对。啊，一个面吼，敢若猪头共款，所以咱讲猪头皮。对。啊，咱过去相信讲，迄个虎会去夹猪。嗯。啊，所以讲虎爷吼，你若去拜伊，啊，伊会甲你的这个。猪头皮哦，甲你消灭掉。啊，其实当然无影啦，爱去互医生看才会好啦。你拜虎也无效啦。对对。啊，不管哪哪民间的传出来是安尼讲的。